後來繼續要來講大水期雨量不足，即擺中南部水庫的貯水量攏無到50%，尤其是苗栗有3座的水庫，這個貯水量甲去年同期比起來是減一半。其中永和山水庫是再度出現着親像是羅馬神殿的條仔。附近的鄉親看到這款的奇景，雖然感覺神奇，但是嘛開始擔心是毋是閣要欠水咯。就親像羅馬神殿的景象出現佇咧苗栗永和山水庫，因為欠水量降落來，邊坡閣一擺出現奇景，互因佇咧水裡的土地公廟畫廖家古厝規個看現現。那會不會怕沒水？會啊，的確看起來的確已經又要跟之前的那個大乾旱的狀況又要出現的感覺。看到這些景就代表，水庫水又不夠了，就對了。對。會不會希望大家天公作美？天公作美。林苗家長期觀察水庫的水情，今年閣一擺翕到，就親像神殿秀面景象。因為大水期中南部水庫欠水量，目前攏存無到50%。苗栗3座水庫欠水量比到去年同期減一半。永和山水庫到今天3月16號蓄水率是45.7%，供水無虞。那當然還是呼籲大家節約用水。為2021年全台灣大考完了後，水庫閣一擺出現裂條的景象。經濟部水利署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地方民眾驚講會閣親像5年前欠水，除了希望天公伯就好，嘛呼籲大家珍惜水資源，用水莫討債。Hello， 我是蔣新梅。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